2024三立会柜杯国际慢速垒球邀请赛5号上午伫台南亚太国际棒球训练中心的少棒主球场来举行开幕式。会中邀请南台科技大学的啦啦队表演，为活动炒热气氛。现场出席的贵宾包括台南慢速垒球协会理事长林以进、台南市体育总会会长吴志祥、大会副会长张顺良以及顾问团长、民意代表等。主办单位为了球场的维护兼顾环保，开幕式无设座位，希望参赛队伍以球会友，将慢速垒球推展为全民的运动。非常开心。我们第8届三立货柜杯国际慢速垒球邀请赛移师到我们非常崭新的我们的少棒球场亚太棒球村。那很开心，今天有23支的队伍在现场。我们看到有来自国外的8支队伍，还有我们在地我们台湾的15支队伍哦，这都是精锐进出的队伍。那我想今天非常开心啊！这个开幕式上也来了很多贵宾来给我们加油打气。那我也期待哦，我们在这一次的第8届三立货柜杯啊，各位选手们可拿到最好的成绩。当然，透过比赛，我们也希望可以以球会友，交到更多爱好垒球的好朋友。今天三立货柜杯国际邀请赛的开幕典礼，我在这里。祝福今天大家可以以球会友，打出你们的健康，打出你们的活力，还有打出你们的自信，好不好？好，那我预祝大会今天能够圆满成功。非常开心能看到国内外23支精英球队到场参赛。除了邀请各路好手齐聚台南亚太国际球场，共同切磋球艺，互相学习，以球会友。更重要的目标就是希望能将慢速垒球推广成为全民运动，让更多人喜爱这项运动。已经迈入第8届三立货柜杯国际慢速垒球赛，除了疫情期间曾经停办，今年嘛顺利恢复国际组的赛事，邀请5支海外球队甲国内球队交流，分成国内公开组15队，国际交流组有8队。而暗时还佫有选手之夜。由日冠名赞助的三立货柜公司邀请台南知名的总铺师来办桌，宴请所有的贵宾甲球员。现场出席的贵宾云集，包括市长黄伟哲、立委陈廷辉，还佫有全国慢速垒球协会理事长。会中还佫有总统赖清德甲行政院长嘛特班编啊。伫个表演团体甲高空烟火秀的组阵，互整个现场海甲最高调。充分感受到台南的热情。台南新闻林跟采访报道。